歡迎嚟到數學思維教室。今日準備教大家多位數乘法。未開始之前，考大家乘數表先。7乘4等於幾多呢28。咁6乘9呢54。幾好喎，算你哋啦。如果仲未好熟嘅同學仔呢，今日翻屋企就要加緊練習啦嚇。如果唔係啊，計多位數乘法就會好吃力㗎啦。好，我哋依家開始今日第一條例題啦。27乘以6，呢題係兩位數乘以一位數，同計算加減數一樣，我哋可以用直式幫手，將27乘以6寫成直式，記得要對齊個位嘅數字啊！依家就開始計啦，先乘個位數7乘以6等於42。咦？計出嚟嘅係一個兩位數噃。大家記唔記得要點做呢？冇錯，就係要進位啦。因為10位嘅數字係4，所以要進4到10位。但記得唔好將10位原來嘅2同進位數加埋一齊住喎，因為我哋依家計緊嘅係乘數，唔係加數。第二個步驟就係要乘10位嘅數，2乘以6等於12。喺呢個時候就要加翻頭先嘅進位啦。12加4等於16。由於百位已經冇任何數字啦，所以我哋可以直接將16寫喺橫線嘅下邊，咁就計到27乘以6等於162啦。再睇下一題，7乘以423。今次依題係一位數乘以三位數。由於我哋習慣以位數較多嘅數作為被乘數，所以可先利用乘法交換性質，將呢條算式改為423乘以7，然後再用直式計算，同頭先兩位數乘以一位數一樣，先乘個位數嘅3乘以7等於21，要進2到10位，跟住乘10位嘅數2乘以7等於14。記得要加翻頭先嘅進位啊，即係14加2等於16。冇錯啦，今次要進1到8位，最後就要乘8位嘅數4乘以7等於28，然後再加翻進位嘅1變成29，所以7乘以423，亦即係423乘以7等於2961。睇完呢兩個例子之後，大家掌握到計算嘅步驟未呢？所有一位數與多位數嘅乘法都可以咁樣計㗎，但計算嘅時候呢，記得要將一位數放喺乘數嘅位置。好啦，學完一位數與多位數嘅乘法之後呢，依家就要教大家計算多位數與多位數嘅乘法啦。呢一種會涉及較多嘅運算步驟，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啊嚇！例如係34乘以16，由於今次嘅乘數咧係一個兩位數，所以要先將16分做10同6，將乘式分成兩條，分別係34乘以10同34乘以6。最後將兩條嘅答案加埋一齊。第一個步驟，遮住乘數嘅個位6，先計算34乘以10位嘅1，其實即係計緊34乘以10，所以需要嘅係個位補翻一個0，跟住就可以好似頭先兩位乘以一位數咁計啦。先乘個位嘅數4乘以1等於4。再乘10位嘅數3乘以1等於3，咁就計到第一條乘式係34乘以10嘅答案等於340，但仲未做完嘅喎。第二個步驟呢，就係要計算34乘以個位嘅6，呢個答案要寫喺第一個答案嘅下邊，緊記要對齊個位啊。同樣係先乘個位嘅數。4乘以6等於24，
由於呢個係一個兩位數，所以要進2到10位，跟住乘10位嘅數，3乘以6等於18，再加翻頭先嘅進位，咁就計到第二條式係34乘以6嘅答案係204。最後一個步驟就係要將兩個答案加埋一齊，340加204等於544，而呢個呢，亦都係最後嘅答案啦。我都知呢種乘數嘅計法咧係比較複雜噶啦，大家睇一次咧都應該未能夠完全掌握嘅，所以不如我哋再做多一題啊！例如係407乘以24呢題，雖然係3位乘兩位數，但做法跟兩位乘兩位數係大致相同嘅。小朋友開始咯，首先遮住乘數嘅個位數字4，計算407乘以10位嘅2，即係計緊407乘以20，所以要喺個位補翻個0，跟住就乘個位嘅數7乘以2等於14，進1到10位，再乘10位嘅數0乘以2等於0，加翻頭先嘅進位等於1，最後乘8位嘅數4乘以2等於8，計到第一個答案係8140，之後就計算407乘以個位嘅4，先乘個位嘅數7乘以4等於28，進2到10位，再乘10位嘅數0乘以4等於0，加埋頭先嘅進位等於2，最後乘8位嘅數4乘4等於16，計到第二個答案係1628，最後將兩個答案加埋一齊就會計到9768啦。大家睇完今集4個例子之後，有冇留意到當中嘅規律呢？當一個多位數乘以1位數嘅時候，只會計到一個答案；當一個多位數乘以2位數嘅時候，就會計到2個答案。咁大家估唔估到一個多位數乘以一個3位數嘅時候，又會計到幾多個答案呢？冇錯，就係3個啦。嗱，其實只要明白咗計算多位數乘法嘅概念，無論係幾多位數，都係一樣咁做嘅啫。OK，咁今集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仲唔係好明？咁而家就撳一下個重播掣啦，一定幫到你嘅。